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较细声呀！我甲恁讲哦，咱即摆来到这个神殿，听讲内面有真侪宝物嘞。恁敢有想要摕宝物？想，恁敢有信心？好，咱即摆落去摕宝物。毋过我是头一届来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要去。我知影，咱只要讲开门，伊就会拍开。算到3人做伙讲开门吼，1、2、3，开门！是虾米人伫外口吵吵闹闹？咱今仔日有重要任务，今仔日是要创啥？摕宝藏。我是守护宝藏的石门神，我就来出一个题目，甲台湾地名有关系。详细听，高地碗10个人。高地碗10个人，你想看麦？高分？为虾米是高分啊？高分啊高毋过有10个人的，毋是加一个人吗？加一个人，边仔有人，必要有人，还是迄个人无想要食？你感觉？迄人拄则进来。啊，迄个人已经食饱是无？咱等下吼，做伙讲出答案是高分哦吼，1、2、3，高分。恭喜你，对唔对？又唔对哦，无地名是啥？地名就是家人。家人？甲家人有啥物关系？高地碗10个人加一个人，所以是家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意思哦。毋过就问是，阮是第一届来，无阮每一个人讲出一个地名，你就互阮入去好无？好，头一位，新村、恒春、台北、台北、实际、实际，家人。哦，真厉害，鹿港。哦，恁的台语非常的好，请你提出你的精神甲气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水灯卡看伊水欢迎。原来新店是生做这款哦，有够水的嘞！你看，后壁还有一个足大的熊哦！你看，好，遐有一个人咧困呢，迄个人。我哪早啦哦！我这一个困就是几啊千年，是像你这么啊差你啊！你好！啊，这哪一群人啊？想袂到几啊千年了后，竟然有人敢踏入来这个禁地，嘿嘿！哦，恁敢知影我是啥物人？唔知。最正常的，我就是守护这上界珍贵、上大片的宝藏——智慧之神。哇！智慧之神。袂歹，真有礼貌。无啦，是讲恁来创啥？阮来这摕宝藏。摕宝藏，所以你真有信心就对啊。安尼考验要来啊！好。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剩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的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
看恁精神袂歹哦。今仔日的主题，咱就是咱台湾真厉害的物件，叫做果子。平常时恁介食什么果子？苹果、苹果。啊你咧？干嘛？柑嘛？苹果、你捌苹果？啊你咧？香蕉、就我无问你，嘿，我上爱食哦，我爱吃红来，我爱食红来。我爱吃葡萄，你爱食葡萄哦？我葡萄啊。好，安尼你已经讲出真侪项哦，所以咱咪好好啊加油一下。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来哦，新来加！我加油！加油！嘿！啊！紧来，来后壁，加油啊！来，什么？啥呀？水，啥呀？加油！好，来，过来。较头前嘞，卖放弃！什么？水蜜桃、水啦，对，来继续。哦，一位啊！哦，小块，加油！哦，看准，来，红来，对，红来来，你会红，嘿，哎，来，香蕉、香蕉，哎，来继续。什么？草莓、草莓对，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我淡薄，伊啊落去。什么？奶鸡、奶子对。好，一位。哎呦，我差点。来，较头前的哦。较头前的哦，你迄个队长无啥气力啦吼。好了，对。巴拉好，袂歹哦。嘿，雪茄、水啦！哎呦，那这搞啦，这标准，哎呦。小姐，来，你徛较近的，你先看无？还有够近无？油桃，了。老咸啦！嘿，了。了！哎呦！快去！加油，过来！放弃，有机会。玫瑰、魔鬼，表现较真好。生仔、生仔你等到病啊啦！生仔啊！好，一位。哦水，葡萄、无倒掉。啊，无掉。来，你徛较头前的。好，无你那队长要无力啦，要无我就喘气啊！我好来，时间要到啊！飞梨果、水，好，来，吃。嘿，莲雾、嘿水啦，人物啦。一碗。四季果、对，五、我要放弃啊！去，下面一题啊！哦，来，这题好好甲讲者，好甲讲者。红柿、红什么？红唔是刺，红是红旗。对啦，红旗啦。哦，好，来，你头前是倒一题讲唔对，杨啥？杨桃。哦，啊，头前你有拄到哪一题？四季果迄个。啊，四季果。啊，你敢唔知四季果是啥？我知。有啊。四季果是啥？对，哦百香果。啊，还有啥物想要了解的无？生仔。生仔。生仔。啊，嘛会使讲盐酸啊。养生啊。哦，真熬，我来甲恁统计一下，拢总得到13题，恭喜！所以安尼讲起来，恁通啊得到一个金箍箍。金扣扣。啊，毋过我甲恁讲啦，后一关就无遮简单啦，恁着皮变较暗的金来教。台语上练档，连啊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台湾的特色就是百款，世界闻名，所以讲我即马就是要来甲恁考验，看恁到底有偌了解。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起来教！开始啊！开始哦！回文加油！哎，紧来有气，互因知影讲是啥物物件，因好通啊去形容，
来，搁差一组啊！来，很好食，嘿！来，开始形容。一种食的物件，吃的物件，一条的，一条的，啊，搁有啥？足甜的，足甜的，敢是果子？好啊，是形容好，恁就通啊好药啊吼。好，来，今日开始，医药好啊！你第二个搁甲吹落，来闻这个时阵，就要靠你的迄个力头啊！动作紧啊！来，好，来超好食，迄免管你嘿。若是你要去看医生，你就爱炸这个物件。哦，看医生啊！来，又讲到重点哦，吼。看医生。你要紧药哦。是不是去领喙安会用到的？是。来，速度较紧哦，因两个面手开始青顺哦，啊，现在食哦，看卖啊。第三题目，紧。来，第三题。是一条的，一条。该带食的，该配蒜头，啊，你就是啊，蒜头很香啊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加油，动作较紧的哦。这张甲看清楚一下。这是啥呢？所在新店吗？不是，有名的，有名的，就这水，就这样，足济水。会当泡温泉。泡温泉是水岛啊！温泉。足济水。会当泡温泉。泡温泉是水岛啊！袂使。敢是伫咧高雄？高雄泡温泉。敢是伫咧南投？你是要问过咯？咱台湾全部的县市是毋是啦？有船，这都有船啊！敢是伫咧南投？应该是。你家是好，内面无人啦，紧的啦。一个，小妹姐题目。哦，来，看清楚。一种鸟啊，这拢是鸟啊！敢是台湾鸟话？啊，已经有一个无啦咯，嘿，即摆就剩一敢是个动物。台湾鸟话？去努力。伊会伫水边。伊伫水边。敢是会来台湾过冬的？过冬是无？对。啊，真牛！我敢若看我就忝啊！啊，无咱来看卖，恁头先选的是啥？头先是啥形容出来？警官，你安怎讲？你会记住？一条，一条。啊，搁有啊，甜的啊，对吧？甜的。刷落来这题，健保卡，头先有讲到啥？领喙安。哇，这足巧的，破啥甲吹一下，真厉害呢！喙安就无好讲啊，搁知影讲领喙安爱炸这去。来看卖咱第三题，头先叫做是大肠，你安怎讲？一条的。哎，那拢一条。头前赶快拢一条。搁想看卖啊一个，会算。配蒜头，蒜头，配烟肠，有无？有。啥物做的？肉做的。迄是你倒位食到肉？哇，伊真正厉害哦！伊食的物件甲咱较无共。伊讲的是烟肠啦。好，啊头先你热谈，头先有人讲叫啥？泡温泉。泡温泉。进温泉啦。去日热谈，进温泉，真特别。啊，你来看咱上尾啊一题。这摇会出来真正厉害。头先是谁去形容，谁去摇到的？我是讲伊会来台湾过冬吗？是安那恁啊？这尔啊聪明啊！你哪知影伊来过冬？啊，你知影安怎念无？乌面拿杯。乌面拿杯。恭喜恁得到5题，真厉害，全部拢对啊！所以你会当得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！我看我这个智慧之神有小可仔擦，我应该是甲恁先看轻啊啦。啊，毋过不要紧，后一关恁就知影。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힘来嘎！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
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哈哈哈！上尾仔一个关卡，嘛是我上有自信的。嘿嘿，今嘛就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个咱在地的文化。啊，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咱甲看落去就知影。现来噶！台湾有真侪特色去音乐工人来这生活呢，尤其是寺庙文化是真丰富哦。今仔日有一个带新竹的神秘嘉宾，要来甲咱介绍圣丰庙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，我是一个美国来的台湾 YouTuber。这圣丰庙4颗位啊，毋那白少，新竹在地有名的脆食面啊，佮有先人所留来的智慧。圣丰爷管理阴阳的大细项代志，奖励好人，惩罚歹人，香火是新竹上旺的哦。阿勇老师嘛定定来这行达，但是有一项物件互伊注意到，咱就来看到底是啥物物件咧。啊，有看这悬起来的所在无？这叫做护顶。有人讲咱的脚爱夹起来，吼，安尼下护过，吼，袂用甲打落去。啊，恁敢知影庙里的护顶有啥物款路用？咱即马就请白石石先来讲。白泡泡又咪咪，摕到宝物你的笑微微。哎哟，详细听我讲哦。古早时代，这文武百官拢是咧骑马，哦，所以骑到这个庙前的时阵哦，看到护顶，哦，马啊袂当入去，所以呢，这人就是爱落马，落马了后才会当入庙参拜。知影无？这是白石石的讲法，咱即摆来听看卖红记记的讲法。我是红记记，听红大富贵，予你心花开。我甲你讲哦，若是这个护顶吼，你要入庙的时阵，一定爱脚夹起来，绝对袂使甲打着。安尼，咱要入的时阵呢，头吼一定爱立立，看护顶伫倒位，才袂无说你跋倒。这嘛是对神明的一个尊敬哦。哦，恁感觉是啥物人讲的是对的咧？开始讨论。我即摆有淡薄仔就是真啦。感觉是红骑马。为啥物是红记记？情况你有啥物感觉是？我听过有人讲，若是你的脚无跨过去，下过你会对神明无尊敬。无尊敬。无尊敬。红记讲，安尼爱担头，才头会咧，对神明有尊敬的感觉。敢若无淡啊，你薄仔道理。感觉是倒一个？我唔知听你因讲，我唔知听因讲。你今仔日无想法了是无？咱来选一个，你感觉是白石石野手？恁感觉是红记记的野手？安尼咱就选红记记好不好？对。好，我们选红记记。好，恁选的是红记记，敢安呢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听我的都无惊吼。哎，真正的呢？心花开呢。真的是心花开咧。可以哦。哎，真正，我补充一下，有人讲青门大户，你就对人就是无尊重啦。所以千万你大概门拍开，一定要下过，好不好？我就跳过。跳过，无就是安尼吼。跳。咱就是尽量。好。在这里，你卖果冻。我你人就好，你唔免管我是神呢。好，马上来进行第2题，请来教。人来圣丰庙咧拜拜吼，这桌顶会当采贡品，这是人讲对神明的心意吼，因希望神明的保庇因身体健康，吼万事如意，平安顺遂。新竹的信众来拜拜，拢会穿水润饼，这是别个所在拢看袂到的哦。现场嘛有人讲一句话，互阿勇老师感觉怪怪。到底这句话是啥物话咧？阿勇老师，这香火真旺呢，足侪人要拜拜的，无咱做伙来去夜香对拜啦。夜香对拜，敢若毋是安尼咧用呢？恁敢知啥物叫做夜香对拜？哎呦，夜香对拜。夜香对拜，我是感觉哦，迄水润饼敢袂歹做。你要啊？哦，要。哦，所以夜香对拜，好，大家小到一个感觉，咱来请白石石。夜香对拜，
意思呢，就是笑人无主见呐，家己嘛唔知咧拜啥，家己嘛唔知咧创啥，所以这是给人骗想的，骗秀人无主见，安尼知影无？你头拄仔讲这毋是安尼呢。野香对白意思呢，就是咱大人若经过庙的，是毋是爱摕香甲神明拜一下啊？伊就会甲边仔的小朋友讲，紧嘞，做伙来对拜一下。安尼嘛是讲这个小朋友足乖足听话两个拢敢若真有道理咧。好，恁紧讨论哦。野香对白。紧讨论哦。你刚刚是袂写啥？是红记。你刚刚答野香对白。一个是无主见，一个是对咧拜真友好。红记记。这讲法敢若拢可能。红记记，因为我听过我阿嬷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讲爱拜拜，才会乖。你阿嬷讲安尼才有友好，才有乖。你是红记记嘛？伊就是红记记。伊毋是无想法，就是足有主见，所以伊就是红记记。安尼即摆就听你的话。我定啊吼。好，我们选红记记。红记记，敢安尼？再见再见。再会。免烦恼。因只是去互嫌食去尔。我对我出来出来。出两个。所以我讨论呐，是安怎你搁伫哩？对，重点是你应该去互食去才对啊。都像是你三记记咧。好啦，野香对白的意思是无主见。因为人有讲，野香对白，你敢若会晓野香对白，就是你无想法嘛。你就是人做啥，你就对伊做啥。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了解啊。等于甲阿嬷讲，嘛免讲啥，你讲阿嬷，我野香对白真友好，毋过答案毋是这。好，安尼恭喜咱这队得到半箍的金箍箍，恭喜！安尼马上，咱就要来看卖恁到底有这个机会摕到宝藏无？险来甲！今仔日水灯卡团音队真正厉害，真正牛啦，有摕到2块半，毋过半块就无算啊。半块无算。所以这2块你会通啊试2遍，才有4个选择嘛。宝藏就藏伫个内面，其中的一个。好。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了解哦。好，安尼你通啊开始讨论，开始讲。即摆头前有4个动物，就好。哪里就好。长尾山牛，啊，另外一个梅花鹿。梅花鹿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哪里甲就好。长尾山牛。好，咱选一个。一个来。哪里甲长尾山。好，来，咱先一个，要选倒一个。哪里？请起来。恭喜得到咱上赞的宝物人奶的！哇，那真好，一个饲落就对啊啦！这人奶有够水，恁兜敢有人奶的啊？有啊。无，啊恁敢有学过人奶的？有算过无？有算过。大家算了欢喜无？哇！学了有欢喜无？哇！真正足期待，后一摆唔知什么人要来挑战，恁真正拢是非常了不起！欢喜学台语，再会。